聖經書講是家啲呢個透過呢個福音，以帖撒羅尼迦3:3節，但係上帝都忠心，佢滅強自家嘅心，照顧自家從熱切快嘅，所以熱切咪傷害自家嘅照顧自家，因為上帝忠心呀，所以自家世間你喺度，自家要痛苦要問題冇路行，出條路啊冇辦法啊。各樣咪逼死自家，遲到自家冇辦法，咪滅到自家憤怒過度啊！自家出係嚟到上帝嘅面前，嚟到上帝面前求佢幫助自家，求佢更加同齊，因為到呢個聖經講，上帝都係忠心，滅強自家嘅心，照顧自家對於熱切一塊處嘅，到上帝照顧自家嘅相信，冇熱計你三回你跌一五毛嘅，能夠滅自家傷害，因為照顧自家嘅忠心。自家係心強，但係自家心亦係強。本上帝咪強嚟講，自家飲悶嘅，自家又對付熱切嘅苦衷，對付熱切嘅問題，對付熱切嘅逼迫，因為上帝咪係強嘅心嚟對付熱天，大家係得勝。阿門。